说，把钱的那个都忙着我去了，下给你提钱着。反正印度高头了，但是新州是的。你那个人拿着现在都给弄个这么着给。也新州，我是送给今年在这。哦哟喂。咱们收到的，那个咱们是你的小伙计，叫把他们咱们说说，经济那个之类的，他们3月对不对？他说说你的车的。